继续来看美国股市，这个道琼指数今仔日阁大落954点，台北股市受到影响，这个开盘嘛跳空大落208点，早盘一度是落超过400点。财政部顶礼拜已经决定来启动国安基金进场护盘，也毋过部长苏建荣今仔日来强调讲，这个国安基金来无影去无踪，也是会看状况再来入场。苏建荣嘛讲，台股嘛毋是一定就会对着美国股市来起落，呼吁投资人都要有信心。今仔日的台北股市是落344点，以8890点来收盘。台股规片青青，开盘跳空大落208点，早盘曾经有大落超过400点，指数杀破8800点整数关卡，不过随后又倒转来到8900点。我想我们已经取得授权，所以进不进场，我想就由这个执行人数来决定。我好几个场合都已经讲过，就是国安基金来无影去无踪所以什么时候进场我也没有办法讲。国安基金已经有摕到收权，苏建荣强调，万一出现惊吓性的卖压，就会使马上启动。不过，美国道琼机会指数23再度触发摇动机制，台股一向甲美国联动真深，嘛引发市场的惊吓。跟美股之间的这个变化，有时候是刚好不是一致的走向。那么欧股是上升的所以这个要看整体的一个情况。财政部长苏建荣老神在在，希望台股会当行出家己的路。